大家平安。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歌，赞美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一起拍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铺张云彩当枝干，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述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要更多的传扬你的爱，为你的爱做见证。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眷顾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
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赐我信心宣告，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如同你为我们献上了生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愿你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衣食丰盈，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呼应战士上的翱翔，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勇想，摘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
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让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们有勇气为你站立，不怕别人的眼光，只要一心的跟随你，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愿我们每天都能顺从你的旨意，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见证，引导我们走你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让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报告。那我们先讲教会消息。本主日是总会订定的校园事工奉献主日。那我们感谢王伯贤传道师今天的分享。那请大家为校园宣教关心奉献。第二点，总会教育委员会在5月3号下礼拜六早上会在暨南教会举办主日学教材研习。那请主日学老师或其他对于主日学教育有兴趣，那未来有希望可以在这方面帮教会一点忙的人，都可以向主日学校长刘佑豪报名。那参加费用是教会这边会全额补助，所以机会难得，有兴趣的可以尽量踊跃积极报名。第三点，在2025年的3月份的财务报表已经在公布栏公布，那大家可以下去参阅，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干事或其他的财务部同工反映。那另外插播一点，第4点是由于下周是母亲节，少企这边有一点小小的活动，所以请大家回去可以找一下自己跟妈妈，或者是妈妈自己想要提供跟家人的合照的照片。那照片数量不拘，我们到时候会就是还是会适当安排一下。所以请大家找到照片都可以交给干事或者是少企辅导，就是我或者是子瑜，不管你是传LINE 的电子档或者是实体照片给我们都接受。那因为时间有点赶，所以大家可以尽快提供踊跃参与。那团契消息，目前4月26，昨天跟今天社青团契26人
到宜兰进行退休会。那也求主看过他们一切平安，还有接下来剩下可能下午的行程跟归途都一切顺利。肢体消息，在5月24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很开心会举行林子瑜执事跟黄义守先生的结婚感恩礼拜。那礼拜后会有那个茶点，所以会需要统计一下人数。有兴趣报名参加的人，请尽快至1楼，然后干事处那边可以登记报名。那下面奉献明细，请大家自行参阅。如果有误登的，就是缺漏的或者是错误的，请向干事反映。我们之后会在下一周，就是将错误的部分刊物。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奉献，请司献的同工。好，那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到这边来，也用诗歌提醒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是你亲自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认识你。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不要在顺遂得意的时候就很容易忘记你，求你时刻警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也让我们无论是课业上、工作上，或是其他遇到的困难，都有你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在我们人生面对的困难上，都可以做到最好的选择。请你亲自带领。另外，也请你看顾我们教会所有肢体，不论是肢体有病痛，或是现在正在考试的学生们，赐予他们智慧，赐予他们健康，然后能够度过这些难关。也请你亲自带领，给他们安慰。最后，我们奉上一点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你悦纳。那最后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圣经。那我们今天圣经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5章27到32节。那我来念，大家来听。第27节，他们把使徒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证明教导人吗？看，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上帝，胜于顺从人。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帅，做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做见证。好，圣经到这边，正道。今天请王伯贤传道，他要正道的主题是不得不传的消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常华语礼拜讲道是谁？是谁？牧师。
志梅牧师还是一节牧师？都有。那他们两个都会咬人，对不对？对吧？因为看他这前2排全部都没有人，应该是他平常会咬人，然后他们也不会往后走，对不对？我每次到别的教会华裔礼拜，我一定不会站在最前面，因为大家都坐得很后面。我会让大家坐在后面，好像有坐在前面的感觉，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上帝，谢谢你这个时候透过你的话语，要来塑造我们，形塑我们的生命。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能够明白；也求你开仆人的口，让我也说得清楚。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感觉很像是一个法庭吗？法庭吗？还是像什么？我没有 PowerPoint 啊，大家可以不用了。大家想一下，刚刚听的经文，很像什么？在什么？在法院，对，确实很像在法院。我们要想在那个时代，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分什么立法院啊、行政院啊、司法院啊、监察院啊，他们没有这样分。他们跟中国早期一样。大家有看过包青天吗？你们是不是一个没有看过包青天的年纪？有，有吧？开封有个，对，你是说哪一版的仔照很帅？何家劲吗？好，对，我们跟那个包青天那个时代圣经里面的行政体系跟包青天那个时代很像了。就包青天除了要那个审判以外，他也要通水沟啦，也要管那个开仓放粮，有听过吗？对，开仓放粮他都要管，他是集行政、立法、司法一体的一个人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今天的经文，其实经文里面有一个感觉法庭的场景，其实还是议会，它比较接近这种那种行政、立法、司法集于一体的一个机构。那今天的经文我们有看到2群人，哪2群？对不起啊，我讲到都是在骗钱的，就是有大半的时间是你们在讲，不要那么快，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分了2群人，哪2群？门徒、大祭司跟议会的人，对，就分这2群人。哪一群是好人？门徒，对不对？当主日学老师问说谁是好人，答案是谁的时候，第一个猜耶稣，第二个猜保罗，好嘞。所以这个问题，今天的经文，好人是谁？门徒嘛，坏人是？对，没有坏人是不是？这是个没有坏人的故事。坏人我们可能会说是大祭司啊，因为他跟门徒对抗嘛，跟使徒对抗嘛，可能就是坏人。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也这样子，看所有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对，包青天好人，在堂下的，有什么人啊？《李喵换太子》里面的台志远演的公公就是坏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跟包青天一样，我们可以看到罪犯的末日。我们最近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长得矮矮的人，他喜欢看小女生特别的影片。他知道，有些人知道，什么教的？对不对？哇，这个会保护当事人，什么教的？还定制，对不对？这种人怎么样？死刑。对，不那个酒后驾车撞到人，唯一我今天没有想要跟他讨论死不死刑啊，但是我们总是会用一个标准来看我们身旁的人吧，而且我们很习惯认为自己是好人。有人觉得看别人故事，然后发现我是坏人，我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应该很少人这样子。例如说我们会看隔壁的那个阿娇姨有没有？每次他家门口，他都把花盆搬了，放在他家门口，要干嘛？要占车位，坏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里面
会不会发生纷争啊？我的母会，那个古亭教会，我讲出来了，我的母会，我的母会会有纷争，然后就会有两波长老，永远都会听到他们说，就是他们那群啊，没有信仰，整天都怎样怎样，没信仰。如果你跟另外一群长老，他们就说另外一群人怎样，做事都没有在替教会想，没信仰啊，就听到他们两个人都在吵来吵去，永远坏的都是那群人，那群人。我们怎么可能会是坏人呢？今天的经文是发生在耶稣复活之后。这些议会的人，他们开始担心了。哎呦，那个耶稣之前好像很求丢哦，他现在他死了，好像又不见了哦。那是不是准备要干大事？所以议会人就很警惕，担心会有人煽动群众。但是越不想要什么，什么就会出现。如果我们往今天的经文，我们往前翻一点点，就会看到。上帝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做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接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百姓其实还是惊啦，但是还是尊重他们，还是觉得这群人哦挺屌的哦，好像不错哦。所以信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信主的人一直加添。无论是男女，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是大祭司，你要怎么办？拍拍手，放烟火，说恭喜你们教士日盛，不可能嘛？有没有出来侧干拉胶啊？这边是可以讲台语的嘛？我会不小心讲到台语。好，啊，就那个大祭司们就出来不高兴了，他们就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关在那个拘留所。但是在夜间，上帝的使者就打开牢门，把他们领出来，跟他们说：“你们去，在圣殿里，把这生命的话讲给所有的百姓听。”哇，这个放出来没关系嘛？最可怜的永远是打工仔，打工仔就是那个狱卒们，他们就狱卒了，他们就说：“哦，完蛋了，囚犯怎么不见了？”然后那个上面的人想说：“对啊，怎么不见了？夭寿哦，完蛋了！”直到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从圣殿跑过来说：“你们押在监牢里面的人，现在在圣殿里面教导百姓，靠着主圣名，他们怎么又跑到那边去了？”怎么了？怎么了吗？我讲错什么话吗？使徒又在那边讲道。他们就再一次派人要去把他们抓回来，但是路加他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说：“哎呦，他们没有用暴力，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很悲惨呢。政府官员派警察去抓人，结果警察要把手枪啊，把什么全部都收好，因为怕什么？怕其他人会打他。为什么会怕其他人打他？因为其他人都支持使徒啊，对不对？刚刚提到前面有很多人信他，都支持使徒。或许当时候当权者或者这些警察们也都知道，哦，使徒们是得民心的，是真的，好像可能做对了什么事哦，可能做对了什么事哦。使徒们入狱又出监牢这件事情就传开了，也就让那些掌握权力的人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对比很有趣，有权力的人紧张，没有权力的人把耶稣复活的事情传给很多人，他们开始有信心了。所以就来到今天的经文，他们就把使徒带来，开始审问他们。一开庭的时候，威武，没有了，没有，不是，搞错评了，不是宋朝。好，我会讲快一点的。大家放心，我在各个教会就是以讲道很短著称的，你们放心。好，一开庭就提醒了使徒，我就跟你们讲过，不要借着那个人的名教导人。什么时候讲过？
在4章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你们不要在那边一直在讲那个人。但是使徒没有顺从，大祭司说：“你们反而把你们那一套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对使徒，对那个大祭司们，他们听到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矮热，觉得那心里很过不去。为什么？你们四处传我们犹太人杀了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后来复活了。你们这个不就是要把那个血债归在我们身上吗？如果是你这边有年轻的小朋友，等到你长大了，你爸爸妈妈还一直在说你小时候尿裤子的事情，你会不会听得很不爽？我现在已经30，你30了吗？38，你38啊？他38岁了，旁边是太太。他爸爸妈妈还一直跟他太太讲啊，你不知道我囝吼，那5岁的时阵一直带尿呢，你听了会怎么样？他老了就知道啊，会不爽吧？为什么一直要说我的糗事？大祭司也是这样子，你干嘛一直说我的糗事？我杀那个人怎么样吗？我做错了吗？我做错了吗？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是按照律法，按照当时候议会的规定所处死的。大祭司不认为自己有错啊，大祭司不认为自己有错啊，但使徒们却有不一样的看见。使徒们有注意到，上帝使耶稣复活了，上帝使耶稣复活了，这中间是有非常强烈的矛盾的。但上帝使耶稣复活这件事情，这个恩典，难不成就对这一群大祭司或者议会的人，这个恩典的大门难道是关上的吗？我们觉得他是坏人，恩典的门绝对不会为他们而开。但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吗？如果恩典的门就此关上了的话，如果我们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跟希特勒那个德国的小胡子有什么差别？希特勒他认为是犹太人杀死了耶稣，所以犹太人是坏人，全部太欧雕，我要给美怕剩，一个都不留。如果我们这样想，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还是那么普及的吗？还是有效的吗？如果我们这样想，耶稣不就白死了吗？还记得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吗？我们常常会指责我们身旁的朋友，无论是教会的朋友，无论是外面的朋友，同事，我最爱骂同事了。同事总是雷。这边有大学生吗？没有啊。你还记得以前做团体报告的时候，最讨厌免费搭车仔，在那边躺分的那种人，最讨厌了。或者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来没有纷争吗？就像我的母会吵架，他们那群没信仰的人，他们那群讨厌的人，我们不是一个属于基督的群体吗？耶稣基督的救赎难道没有帮助我们吗？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后续怎么说了。彼得回答祭司问说：“你们为什么还四处传这件事情？”他回答说：“我们必服从上帝，不是服从人。要杀要剐，随便你。我是服从上帝，我不服从你的话。”接下来继续说：“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没有否认这一群祭司、这一群议会的人，他们确实做错了，他们确实违背了他们所敬拜的上帝，他们钉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这个上帝已经使他们复活，是彼得要强调的。然而他强调的是我们祖先的上帝。在华语我们实在看不出来彼得所说的我们是谁，如果在台语是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的。台语是说咱祖先的上帝，
兰州生什么意思？兰州会来去吃饭，是有包括听的那个人，等人有吃爱餐的。兰蛋姐这会去吃饭，有包含听的那个人。彼得说的，我们的上帝不是说我们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他意思是说，祭司啊，我们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不是说你们犹太人、你们文士、你们塞姑该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每个人都有悔改的机会，都有领受赦罪的恩典。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不是排除在救恩之外的，救恩的大门打开了。台上的大祭司们，救恩的门为你们而开，是咱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使他复活，他就是我们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彼得在做什么事情？彼得站在那边向台上的人传福音，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使你有机会进入救恩的大门。接下来有对耶稣的描写，耶稣的描写其实跟在7章35节对摩西的描写很像。彼得想要将耶稣替代摩西。以前他们都认为摩西是拯救他们、带领他们的人，但是耶稣出现了，他有很类似的描述，跟犹太人说，耶稣就是新的摩西，耶稣是真正的中保、真正的救主。使徒行传当中常常提到救恩，四福音书里面常常提到救恩，但是在福音书之外，这里第一次使用救主来形容耶稣。耶稣不是我们这一群见证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的救主，也是你们这一群不信耶稣的人的救主。他不是要为定死他的人定罪，而是有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让他们有机会罪可以得到赦免。亲爱的弟兄姐妹，台上大祭司跟议会对彼得来说不是外人，他们是自己人，都是犹太人，都是同一个群体的人。彼得领受了福音，见证了福音，所以四处传讲这个不得不信的消息。他尝试地告诉这群弟兄姐妹，耶稣不是只为我们而死，也是为了你们而死，而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的心意已经复活了。今天这个故事，经文的故事，我们感觉很遥远，对不对？刚刚连那个法庭长什么样子，我们都要重新解释一遍，因为他这个故事离我们很遥远，但其实也发生在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的身上。在教会当中，我们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跟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坏人，没有为教会想，浪费教会的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都把他们当作外人了。一句一句的他们，都在切割我们与他们同为见证耶稣已经复活的群体这件事情，这多么可惜啊！这样的我们，是让耶稣白忙一场，好不容易降生、长大、被钉十字架、复活，结果你们都没有照着做。甚至我们每个人，除了对他人之外，我们也不停地在控诉自己，用苦毒的思想为自己定罪，觉得我们自己是如此不好的。我们身上仿佛都有一个心中的小警总，心中的小判官，永远都在说自己不够好，不值得被爱。我们不相信上帝的恩典已经使我们得到了释放，我们仍然在指控自己是不好的人，以为自己是卑微不足的人，忘记了基督的恩典，那个不得不信的消息已经
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停止这一切吧，彼得说，我们的上帝已经救了我们。我们会听吗？还是我们像今天经文当中的后续，议会中的人听了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彼得这一次的传福音没有成功，至少没有说动在议会当中的撒都该人，他们非常恼怒，想要把使徒杀掉。这绝对不是上帝想要看到的。所以在这一群人当中，34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一位律法教师。他用了一些小方法，保全了使徒们的性命，虽然还是被打了一顿，但是福音继续透过这群使徒的声音传到了每一个地方，也传到了我们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一看你身旁的朋友，看一下身旁，也有可能是你老婆，也有可能是你老公，或是朋友，你看一下，他们真的很讨厌，想不到吧？他们真的很讨厌啊，有时候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有时候在教会服事的时候，你就总在那边雷啊，今天贝斯又弹错什么啊？我不知道，我没有弹错啊，抱歉。这弹钢琴每次拍子都不稳，对不对？第2首歌要进来，我敲下去就要进来，你还给我雷？你不要偷偷深呼吸好不好？我们永远都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你身旁的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群体，建成敬拜团，我们是建成教会，我们是一个群体。鼓励自己，鼓励我们可以这么做。另外，也别忘记拥抱自己，不要再控诉自己了。基督的恩典，那个不得不信的消息，已经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上帝，谢谢你已经复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得到机会，可以更认识我们自己，也在我们当中，我们跟身旁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个群体。这件事情多不容易，我们看见他们总是跟我们意见相反，他们总是没有我们强，但我们的上帝已经拯救我们，已经释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作为一个属于你的群体，在这当中能够因为你的恩典真实的合一。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时。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
稣，我爱你，喜乐的跟随你。如果现在在你身边的是你的亲人、你的好朋友，牵起我们的手，一起彼此祝福。永恒的上帝，你是我们的开始与结束，也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末的盼望。求你陪伴我们今生的旅程，求你借着我们的手一起参与你的创造，使用我们的一生带给别人你所赐给这个世界的新生命。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最后首歌《免惊》。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都会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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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个嘿，做会个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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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堂礼拜到这里结束，大家可以彼此交谊请安。祝福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不配，但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